由澳門護老者協會主辦嘅2025長者生活用品及輔具展覽會，今年已踏入第8屆，致力促進社會各界關心護老者嘅需求，加強居民對長者生活用品及輔具嘅認識，持續提升長者同護老者嘅生活質素。今屆展覽會以關注護老者嘅需求角度出發，推廣輔具以及護老者日常生活方面嘅資訊。展覽會現場除咗設有各類輔具用品、保健食品、生活用品等展位外，亦設有多場嘅健康講座，藉以進一步關懷護老者身心健康發展。今年續辦第5屆老友記奇青接力賽，讓長者及青年喺互動遊戲中合作，促進跨代共融。而樂活體驗區設有高齡模擬體驗，讓青年朋友體驗老化嘅感覺同關懷長者。展覽會將於2025年3月14日至16日喺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多功能廳舉行。大家記得留意澳門護老者協會 Facebook 了解最新資訊。樂活同行2025長者生活用品及輔具展覽會，各位老友記，約定你。